好，来继续来看民进党的党主席赖清德邀请到民进党的立委到伊的官邸来烘肉。这个涉嫌诈领到助理费，最近红约谈的林岱华嘛有参加。民进党的立委林俊宪铺文，讲这国民党真爱猜测到民进党来食甲食袂下。讲即届大家做伙烘肉，都是直接来破除着谣言，嘛是来凝聚着党内的团结。嘛有意思要来参选着台南市长的陈定辉，嘛特别点出着甲赖清德做伙翕的相片。手提讲过，笑甲真欢喜。民进党的立委林俊宪点出着18位领营立委做伙翕的相片，伫开议前食饭，这张和总统赖清德翕的相片特别显眼。林俊宪发文章写讲，哪样的人上届要讲民进党上行上白下，今仔这个聚会就是上直接的解说。想选举的立委啊，当然最热门的都是去找总统来合照了。那赖总统呢也很有风度啦，也很有耐心啊，有求必应啊。凝聚党内的团结共识啊！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其实可以当面就直接来解决。另外，是要参加选举的立委，拢笑要和赖总统翕相。赶快有意思要选2016年台南市长的陈定辉，先打出着这张家己翕的相片，所落来佮打出着各大张做伙翕的相片。严过伊透早才发文章讲，家己破病去地大堂，不过也是要继续冲。当然，这场烘肉聚会，伊嘛有去参加。这场烘肉宴，51位领营立委有大家宝来，2位因为助理费去互所属立委，林义景和林岱华嘛拢有来。林义景打出着详细听赖清德讲话相片，林岱华也发文章，顾好立委，顾好高雄，顾好台湾。严格聚会，嘛互汤市议员领导真不满。破文章口说讲，赖文酒肉臭，陆有董书棍。这个总统府化工以上红态度，无钱推动政务。严格即卖，所以使用公款抵总统府行吧。最喜欢在总统府宴请党籍立委的人，就叫做马英九。甚至马英九毫不避讳，总是使用公帑。赖总统始终是掏出自己的腰包，那希望能够共商国事。解释讲，赖清德是家己开钱请大家食饭，是讲总统府的烘肉宴这张相片，嘛互领营立委正做关注的焦点。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